招我。主持。对呀，才通转来。我当然知通转来咯，这是我的饭店呢。毋是啊，我意思是讲，这是我归依的所在，我当然爱赶紧转来啦。呀，你最近是拢走去倒位？哎呦，这哦一言难尽啊！我实在有衰呢哈，我刚好算别人俩，算袂出来讲家己有才会去拄这个天狗吞日啊！天狗吞日的时候，所以有迄个野狼、死野狼、草野狼哈，迄个有才死见笑，母体的野狼甲我暗算，你看我衰。原来你敢拢无受伤？当然有啊！我吼，那手机无咧，头壳疼呢吼，规躯啊软壳壳，所以讲我就赶紧转来疗伤呢。疗伤？哇！伤完咯！啊？对吧？臭回收！你看我是什么人？是你，阮主持的啊。道理还咧上大面啊！阿弥陀佛。我早就知影，一定会走转来这个所在。我专工来这咧听候你。啊？听候啊？唔对，顶一摆害你无信，但是我知影你身受重伤，我就失点落水。臭和尚，满你的今仔日就是你的记性。小等，小等，有代志吼，好好啊参详呢。人咧讲啊，人见面是3分情，还佫有一句话啊，人情留一线，以后就好相看。莫安尼起骹动手，真歹看。臭和尚，啊？我看你是咧笑死。你用罗汉翻体用甲我拍伤，这个冤事，我一定要好好找你报一个。敢讲你唔惊，我就用罗汉翻天印甲你拍啊！我看你是无这个才调。好，我罗汉翻天印。你若阁唔走，我就用罗汉翻天印甲你拍滚曲转印。好大卖走哈！嘿，我都唔信哈，陪咧上啊，甲你摕来拍滚曲拢转印。哎呀，规半晡煞袂记咧主持。主持呀，主持呀，起来呀！哎呦！哎呀，安怎？哎呀！是你？当然是我，这无别人啊。我知。那我拄则伫咧礼佛的时，你对后头我甲我牵落来好。我？唔是啦，唔是我啦，主持，迄是吼，是什么人？你赶紧讲！真可恶！我今仔日若无大发脾气，要甲伊教死命你。你讲。安尼哦，主持来，我来讲。甲你拍后头壳迄个吼，就是迄个乌风妖怪啦。乌风妖怪？我神！你要安怎？阿弥陀佛！我是妖怪，我准拄好。这是。哎呀，主持！吴姐。啊？呀，你是拢走去倒位？呀，咧光良甲碧清是在找你啊？找我？人差倒呀？我要哪会知影走去倒位？既然你若甲无事转来，换你去找因两个人，转来找我。我主持，我，哎呀，师兄甲碧清，我千万甲因讲，千万唔通下山啊！伊会惹代志，讲袂听，即马呾哎，赔咧钱。